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又搁来到这个新的主日咯。感谢主，过去的日子，咱看到上帝一步一步来带领、来引带。虽然经历到各款的困难、忧愁甲担心，但是神的恩典实在高也难用。伊伫咱伫咧忧愁的时阵，咱有圣灵伫咧安慰咱；伫咱惊吓的时阵，主耶稣跟咱讲：毋免惊，我伫遮，是我。咱看去伫圣经当中，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拄着各款的灾难、敌人的攻击各款的问题。神一步一步的来引带因，一直到最后的胜利。虽然咱现在伫黑暗当中，伫这款灾难当中，而且病毒一波比一波搁较厉害，但是咱免惊。因为咱知影主咧牵咱的手，行水面的道路，伊是宇宙的王，伊坐伫宝座顶，直到永永远远，瓦靠伊的人无直到见效。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着靠主，着有信心，毋通扭转灾难的问题来搅了咱的心。一项真重要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头前来祈祷，求圣灵的来安慰、来帮助。特别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身体也未完全恢复，来为因祈祷，求上帝保守因，使因健康的身躯，让早日恢复健康。甲咱同心的继续侍奉主，咱也为着教会水面的道路来祈祷。下年毋知要怎样行，求上帝来引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将这一切完全的交托伫主的手中。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听阮。当阮人无办法的时阵，你就找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来拯救阮，叫凡相信主耶稣的人，就会灵魂得救，得到永生，成做上帝的儿女，有永远的依靠，永远的盼望。主啊，虽然阮信主了后，仍然行伫这个世界当中，生活伫这个世界当中，仍然会拄着各款的困难。但是你是一位听祈祷的上帝，你甲阮讲，阮着有信心。你甲阮讲，是要接着祷告、祈求甲感谢，将阮所要的讲神讲，先使人。做人意外的平安，伫耶稣基督内面，要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恁祈求就要讨恁，找就要找着，敲门就要为恁开门。这是主你的应允，阮感谢你。所以伫各款的灾难当中，阮靠着信心来向上帝祈祷，求上帝的灵伫阮的心中做工。阮安尼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的
各位兄弟姊妹，咱信主的人啊，伫这个世上啊，有两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是肉身的家庭，是肉体的家庭。因为咱一出世，咱就进入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做亲人的家庭当中，所以啊，这个是属世还是属肉体的家庭。有另外一个家庭呢，是属灵的家庭，就是一个人信主耶稣了后，伊就归入伫教会内面咧。咱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谁啊呢？是耶稣基督，伊是教会的头，也是这个属灵家庭的头。这个属灵的家庭啊，咱称呼伊教会，或者是基督的身体啊。因为这教会啊，是耶稣做头，身躯的每一部分啊，就是在每一个信徒无相同的功用。保罗伊咧写书信的时阵，通常开始的时阵是先讲到这个信徒的经历叫信仰的代志，后来所落去的几章呢，就来提出要怎样来实行咱的信仰，就是将咱的信仰实践出来，应用出来，应用伫生活顶面，伫教会的生活顶面，或者是叫做基督的身体当中。到目前为止啊，保罗已经教导信徒神已经将这个犹太人甲外邦人带入伫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大团体当中，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中，并且神已经呼召教会来彰显上帝的智慧。现在呢，保罗又搁表明神怎样为着教会在信徒来预备，互因呢有法通适合做阵来生活，来做代志，来侍奉，彼此来合一，并且一齐会长大成熟。所以今仔日要讲一个题目，就是伫基督的身体来合一来 unity in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6节咱就一面读这个经节一面来解释当中的意思。头一点呢，咱要讲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当着甲蒙召的这个恩典相称、相称相配合。以弗所第4章第1节到第6节安尼讲，保羅講說：我為主被關的
关伫骹躯的会抗力。既然忘掉形式为人啊，就着甲忘掉的温相称。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来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确立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亲像恁忘掉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衰，还是一浸，一神就是众人一辈，超乎众人之上，管乎众人之中，也踮伫众人的内面。保罗咧写这个以弗所啊的时阵啊，伊伫倒落写的呢？保罗，伊等于伫第一摆被软禁的时阵啊，因为为着福音被掠当时的政权罗马帝国软禁，因为有人告伊一家无影的代志伊就被软禁就是英文叫做 house arrest。意思就是伊将因当作是犯人但是这个犯人无伫迄个迄个 court 的内面呢，无法庭内面连去关骹躯咱是伫外面租一块厝来听候罗马的皇帝该杀，将来有一日要提出来，将伊掠出来，伫这个皇帝的面头前受审判。伫咧听候的时间呢，听候受审判的时间呢，伊就写这以弗所书。咱知影伫圣经内面有4本册称呼叫做加勒书信一本就是以弗所书，所落就是腓立比书，再哥罗西书，第4本就是腓利门书。这4本称呼叫做加勒书信那以弗所书是其中一本加勒书信，保罗坐监的时阵来写图教会，写图以弗所教会，也是写图今仔日的教会也适应的是保罗第2摆，这间教会是保罗第2摆出去外面传道去报道，伫伊的行程第2摆的行程倒来的路尾站伊就来到这个所在是小亚细亚。这小亚细亚伫倒落呢，就是今仔日的土耳其的这个所在叫做以弗所Ephesus。伫这个所在保罗伫遮报道就建立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间教会是一间真重要的教会，只是这个城市是踮伫这个城市以弗所这个城市是充满着偶像真侪各样各款的偶像，而且物质丰富。基督徒伫这款的环境下面真容易忽略因家己做基督内面伫基督耶稣内面的丰盛的生命。保罗行有一部分的人就拖在影响去所以保罗伫罗马被软禁的时阵，就写了这个以弗所书。伊的目的伫倒落呢，是要提醒以弗所的信徒甲伊讲，因伫基督内面有丰盛的生命，是荣耀无比的地位所以呢，因着伫生活顶面
伫侍奉顶面啊，着甲蒙恩啊新主的这个恩典啊相称相配合，毋通托耶稣基督的教会蒙受耶稣基督的名蒙受啊，应该得荣耀，得荣耀。所以这个信徒啊，信主了啊，基督徒甲基督的教会啊，就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下面几点哦，就是讲到啊，伫生活顶面啊，应该行伫合一的恩典当中啊。意思就是伫生活顶面哦，交其他的信徒哦，有这个合一。伫恩典的当中，所以第一节安尼讲啊，保罗讲说：“我为主被掠的吼，掠关的坑人，既然蒙掉，行事为人啊，是做人啊，就甲蒙掉的恩相称。凡事就谦卑、温柔、忍耐，用听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确立保守圣灵所赐合理唯一的心。保罗以这个关卡区的人啊，为主奉献，为着福音的缘故去掠去关卡，用这个老人家啊，这个长辈啊，属灵的长辈来坑这间教会，也是坑今日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坑人。伊讲什么呢？咱既然啊蒙掉，既然信主了，蒙主的呼召，诚做神的儿女，诚做基督徒咯。讲咱来行事为人啊，做人啊，做代志啊，就着叫咱蒙恩啊，做这个基督徒哦，神的儿女的这个恩典啊，相称啊，就是相配。所以这道讲蒙掉，英文叫做 calling。意思就是，咱本来是无信主，应该着灭亡，但是神的恩典啊，啊，伊就拣选咱，呼召咱，叫咱信主，诚做上帝的儿女，咱灵魂得救的意思。所以蒙掉就是蒙掉咱。本来毋是神的儿女，本来无得救，现在得因信主耶稣来得救的意思，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咁呼召，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来呼召咱来拣选咱做罪人啊，叫咱可能辛苦主来归属伊，来侍奉伊啊，或者呼召个别的信徒来做特别的使命及工作。的一家人，所以这个呼召是对万人当中呼召出来，诚做神的儿女，诚做得救的信徒。所以无论是做使徒的保罗，或者是有的信徒吼，拢是蒙恩来被呼召的。而保罗呢，蒙召吼，毋但啊，诚做神的儿女。并且蒙召下来侍奉，做外邦人的使徒，特别地向外邦人传福音，并且为着这传福音啊，伊付尽了代价啊，被掠被关啊，所以伊用伊这个身份啊来坑咱啊，咱若看到伊的生平当中啊，伊是基督徒的好朋友，伊行事为人啊，甲伊服侍主啊、侍奉主的这款啊，拢看出伊是甲伊蒙召的这个恩啊相称。保罗用这个身份来坑使徒这个以弗所教会啊，甲今仔日的这信徒啊。咱行事为人啊，着甲做这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吼，毋通违反啊这个目标，应该着相称啊。相称的意思是啥物？
对长啊，配合啊，咱就有人咧买金啊，买个这个秤锤，一块啊秤锤规克重规钱重拢写伫遐。比如说买1钱的金，伊就将迄个秤锤给摕咧即边天平，天平天平有2个用诶，即个摕1钱，即个金就摕1钱，拄好即个天平即相称相称即balance，在相配合，相对称。所以伊讲咱行事为人就甲即个蒙运做神的行礼譬蒙调伊即个运点3称3对称所以叫咱着行事为人英文叫做 walk， 行事就是 walk in 什么所以神要叫咱做人行事为人着配合什么咱有一个上帝呼召咱高贵的身份甲地位，所以神要爱信徒伫逐日的生活顶面做人行事为人，着怎样行？是毋是伫工作着行事为人甲身份相称呢？伫学堂当中，伫教会内面或者是伫朋友当中，伫咱的邻居其他的场合内面，每一个信主的人，伊信主了后伊就诚做神的行礼甲伫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伫这个时节伊应该着怎样表现出伊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甲蒙运合乎配合伊神的蒙运的呼召的一个身份，所以咱安尼做是为着互神的名甲神的教会得到荣耀对得起主的名所以叫咱伫教会当中怎样来对待咱兄弟姊妹？咱对待咱兄弟姊妹的态度。做人怎样会免有4点4章以弗所4章2节到第3节讲4点要怎样行事为人？头一点，伊讲凡事着谦卑 ，humility， 谦卑。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安尼讲，凡事毋通激动咱即阵为了并无偌久要竞选总统了，每一个人有政党伊冤来冤去，攻击来攻击去政党伫教会当中袂做咧分党呢凡事毋通激动，毋通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伊讲凡事谦卑，凡事比这存心谦卑存心，咱的心内有存一款的心，什么心谦卑的心，毋是骄傲的心。逐个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人为什么会骄傲呢？就是人常常我看家己比别人较强，所以就骄傲起来。我学问比你较好，我比你较有经验，我较有才情，比你较有才情，真侪方面来比我比你较厉害。但是圣经讲，咱逐个人着看别个人比我较强有真侪伊有通，值得咱学习的。这个人真谦卑这个人真和气这个人真了做人这个人怎样就是看伊的好处毋是将家己的好处宣扬出来比别人，所以看别人比家己较强，
意思说，咱古早有一句话哈：三人行，必有五失焉。三个人伫咧行，其中有一个我的先生啊，哈，一定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伊看别人吼，毋是逐项歹的，伊有优点的所在就成做咱的先生咯。所以圣经甲咱讲啊，咱得存心谦卑，逐个人吼来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啊，比家己有优点，所以咱就向因学习。不然呢，咱也自夸自擂，啊，就骄傲了。第二点叫咱着什么呢？温柔啊 ，gentleness， 温柔。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哦，是这个加入太书5章22到23节吼，即个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温柔呢，是其中的一粒属灵的果子。这个温柔的人，伊是善良的，毋是存歹意歹心的，善良的。伊对人亲切，真亲密，真亲切啊！毋是甜一个恶面啊，互人看到就惊你。讲话大声细说，吼，佮也粗野，哎呀，这个就毋是亲切咯，啊！伫言语啊，甲行动啊，甲动作顶面啊，伊着温和啊，温和，毋是粗野啊，的温和性。第三项，叫咱着忍耐，忍耐 patience， 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啊。忍耐，什么是忍耐？咱有法通有这款的能力，来控制家己，来接受时间的延长，还是延前？有时袂堪咧一两分钟的延前吼，就暴跳如雷啊！就是。哇！真个大声恶起来哈，这是唔通，咱就有一款的忍受哈，接受迄个延迟时间的迄款的吞忍哈，甲伫患难当中吼，有法通忍受，咱各款的问题困难哈，甲伫灾难当中，咱就会晓忍受啊。无真容易生气，不耐烦，会 upset 啊，沮丧。有的人哦，伫患难当中吼，就很沮丧啊，怨天尤人啊，埋怨上帝，埋怨人。第四点，叫咱着讲人。伊讲着用疼心，互相宽容。用疼心宽容啊，伫教会当中啊，讲欠彩有个人，互罪恶所胜，伫罪恶赢去，或者有个人软弱跋倒，其他的信徒是怎样咧？伊讲你属灵的人啊，若知影咯，着互相宽免、互相宽容来帮助因，着用疼心啊，将因带倒来，能互伊离开，继续犯罪。圣经讲能力叫做挽回，还是？话读做缅回过来，国语吼是挽回。圣经加勒太第6章第1节，伊讲兄弟们啊，现若有人求怜，图过犯所胜，讲恁属灵的人，就着用温柔的心，将因缅回过来。啊，有通挽回过来。如果着家己小心，恐怕
互人引诱过去。即当我讲到挽回过来啊，挽回的意思是啥物啊？挽回意思哦，是较咱有的人哦去跋倒啊，跋倒就敢若只伊即个哦，即个脱臼啊，就是咱即个所在哦，还是即个部位哈，还是就是离开了，脱臼啊，所以真疼真痛苦，就袂法通长动咯，啊，无法通夹起来咯，无法通做工咯。既然是安尼哦，脱臼咯，就有人哦，将伊倒甲你请落去，就会好势咯，就自然咯。所以圣经用这个挽回过来，意思若有人跋倒，毋是批评论断、攻击，对伊无面，所以离开。咱是用疼心甲你挽回倒来基督的家中。沙坑沙宽面宽容用疼心甲你挽回过来，这是真重要。所以圣经内面叫咱行伫教会当中啊，你着保守圣灵所属合一的心。搁一项，咱要怎样来表现？咱是甲蒙恩所蒙掉的恩相称合理，意思就是咱将真正叫做合一。咱合一咯，就有法通表现。咱是蒙恩的人，要是冤家牛这攻击来攻击去，激动。咱就无法通合一三甲来做工，所以圣经甲咱讲啊，用和平彼此来联络。和平就是用温和谦让，用和平的方法联络起来，毋是攻击战争。努力保守圣灵合一的心。对不住。叫咱合一。这个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啊？咱为什么要合一啊？合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啊？兄弟姊妹，咱信主了后啊，咱进入伫基督的教会内面啊，咱有真侪相同的，有共同点，有真侪相同的所在。头一点呢，伊甲咱讲，身体只有一个。讲身体是啥物啊？就是讲到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也就是讲到教会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虽然有地方教会，但是咱伫耶稣基督的根基顶面啊，建立的教会是一个整体性的。刷落去讲，圣灵只有一个，是三位一体。这个圣灵伊感动咱，因带咱信主。信主了后，圣灵搬伫咱的内面，圣灵也是教示咱明白神的话，圣灵也是互咱力量来释放的。结果恁有送一个愿望，送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信主，咱灵魂得救。
将来有盼望，得到永恒的荣耀啊！咱有这个盼望，就是将来伫新天新地啊，踮伫迄个永永远远甲上帝同在。咱有这个盼望。第五节，一主一信一衰。各位兄弟姊妹，咱们甲咱讲，先甲咱讲，咱着合一伫教会当中，兄弟姊妹着合一。那么咱合一的基础是啥物呢？咱合一的基础是因为咱每一个信徒啊，真侪共同点，真侪相同的代志发生伫咱的心中。第四章的第4节安尼讲，伊讲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是指啥物呢？咱成立教会啊，耶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头啊。那么其他各部门啊，骹手在各方面的基件啊，在肢体啊。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身体是一个啊，就是以耶稣做头啊，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整体啊，毋是分离的。第二讲圣灵只有一个。这个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灵，这圣灵的工作，咱才有法通来信主耶稣。圣灵的工作，也是点伫咱的每一个信徒的内面，也是圣灵的工作来教导咱真理，光照咱的心，也是圣灵互咱工作的力量。来引带咱方向，所以圣灵只有一个。伊讲恁忘掉有通这个五网，咱的五网是啥物啊？伫世界啊，赚愈来愈侪钱啊，业者是愈来愈出名，愈来愈有名声。毋是，咱的五网是啥物呢？就是咱有送咱的灵魂得救了后，诚做新的行李。咱有将来永远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将来建立上帝的国，将来有上帝要做新天新地，咱有法通永远伫这个光明的新天新地，无罪恶、无痛苦、无目屎、无病痛的这个所在啊！伫这个新天新地，有上帝永远甲咱同在，咱有送这款的盼望，咱有一位主。是耶稣基督做咱的主，一信这款的信仰，也是信心，因信来称义。有一衰，也是一款的罪咧。意思就是咱信主了后，用这个信心，用这个衰咧来表达咱内心外在的行为衰咧，来表达咱内心的信心，来归入这个耶稣。在这个教会当中，一神，咱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一神，一位神，这位神是咱大家人信主的人的天父。这位天父是超乎众人以上的，无人有法通赢过伊的权柄、伊的荣耀、伊的圣洁、伊一切，无法通。超过是超过众人之上的，是管乎众人当中，而且伫咱每一个信徒的内面的工作，也点伫咱的内面，神也是点伫咱的内面。你看摆兄弟姊妹，
咱为什么着合一呢？因为咱信主了后，各款的物件已经伫咱的内面咯，有一款的基础咯，所以咱应该着合一，毋是分门别类、结党攻击，着合一的心。毋单安尼，咱这个心灵会合一，内在合一，伫外面也是着合一，伫侍奉顶面合一。要怎样侍奉呢？有什么款的能力，通来侍奉主三合做工呢？就是圣灵就是上帝要赐予咱每一个人无相的恩赐。所以咱合一工作伫这个合一是伫恩赐顶面伫恩赐当中。神赐予教会的恩赐叫做 spiritual gift， 是一款的礼物，是白白送予咱的礼物，是为了要造就信徒、建立教会，来联络在肢体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联络在伫耶稣基督这个元首的内面。所以每一个信徒一定会对耶稣基督遐领受神的恩赐是毋是按照人的这个本事，毋是按照人的行为才赐予咱你为神做较侪代志，神就赐予你恩赐，毋是安尼。是你的地位、社会地位较悬，或者是较富裕，神就赐予你恩赐，毋是安尼。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来赏赐同每一个人无相的这个恩赐gifts。神赐予这恩赐毋是一种尔点，毋是逐个人计好管理的，毋是逐个人叫会晓讲方言的，毋是逐个人会做一项代志是逐个人有无相的恩赐，是多姿多彩，是多样化的目的呢，就是为着将这恩赐这 gifts 属灵的恩赐来贡献伫教会当中来服侍，多姿多彩，各按其职，各人伊的职分是啥物来侍奉伫爱的当中彼此相助相助来成做一个有法通不断成长的这个基体，就是教会。所以耶稣基督第8节到第10节伊讲到耶稣基督，伊将这个恩赐赐予咱，就是因为特生伫十字架顶一定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特生了咱的仇敌魔鬼撒旦伊成做一位耶稣基督，成做一位君王升天而且真慷慨将逐款的恩赐来赐予伊的囝儿。那第11节伊讲到无相的恩赐伫讲到无相的恩赐伫新约内面罗马书第12章，哥林多12章以弗所书第4章内面叫讲到这恩赐，但是有时有重复。但是譬如说这个以弗所书讲到传福音的甲牧师交教导的教师，在有的其他无提到，只有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有提到咱现在就将这3个所在的经文所讲到的这恩赐这gift是啥物咱今仔日只是讲这gift，但是无够时间人详细来解释每一个这个恩赐的功用，伊的这是啥物来头一项是讲到讲方言的恩赐，第2项讲到接受的恩赐，教导的恩赐，
劝化，咧劝人改正人的文书，施舍的推物质金钱帮助人的施舍的治理的也个有治理就是管理的文书人民人的文书。哥林多12章迄搭讲到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文书，也个医治病人医病的文书，也个有惊这个心理技术的这个文书也个有讲到先知的文书，也讲到辨别的迄个主灵主灵就是各款的邪灵的意思的文书。过来就是讲到说方言的文书，也个翻译方言的文书说落去就是以弗所第4章11节会讲到几项文书，就是使徒的文书。使徒就是建立教会的讲道做文书做先知的文书，传福音的文书，包括做牧师的有诶甲即个教师是联合做一个意思就是说，即个牧师是牧养羊群，同时伊也是有法通教导羊群的一个工作的文书咱今仔日无法一项一项的解释专门一项文书，下摆有机会咱来讲。说落去神将这个各款的文书输到教会的兄弟姊妹，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伫第12章到第16节第4章12节到第16节伊讲到伊的目的伫倒咯。为什么神要将出文书输到教会？第12节安尼讲，为着要成全圣徒，意思就是将在信徒受训练装备，为着要互因合乎神的旨意，诚做这个基督的款式我能合乎主的用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叫逐个人负责伊的职分，也个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建立这个教会，这个建立身体，并不是讲说起这个礼拜堂的意思。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说建立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伊勇壮起来，互因有成熟起来的意思所以第13节伊说，伫9咱众人伫真道顶面合乎同归于一，明白神的行叫咱伫这个真道顶面归于一，是同款的，伫这个用正道来解释圣经。咱相信的是是正典的，毋是怀假师傅、怀异端邪说所讲的咱伫真理顶面是合乎圣经、合乎真理。为着要叫信徒长大成人，莫有基督忠诚的这个信仰互咱无搁再做紧中了人的规矩甲欺骗的法术。咱真知影伫末世时阵有真侪种异端邪说起来乱讲道理欺骗人将伫去教会当中，伊掠一家人出来讲一家毋对的道理出来欺骗人。但一切异教会风气来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款的异端所以基督徒若无受造就，无受到圣经内面的假使栽培，恁这个根基若无深，
跩异端邪说啊，一来就受影响，所以心就袂定，就飘来飘去，所以就小心。第15节讲，伊说独独着用听心讲诚实话，凡事着忠贞，连伊元首基督。16节讲，全身用可以联络力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就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来相助，互身体渐渐增长，伫爱中建立家己。所以这个是讲到教会兄弟姊妹受到装备了后，就袂行毋对路咯，就伫真道顶面受到造就，搁较成熟属灵的生命，搁较详实成熟。逐个人按照上帝所赐予伊的责任咱来服侍主，同心合意。所以神赐予教会的这个恩赐的目的总而言之就是为着要叫每一个信徒逐个人都得受装备、受训练、受教育，所以叫因伫这个爱当中建立家己、装备家己，互因呢诚做合乎神的旨意，是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就是兄弟姊妹个别，若是成熟，若是信仰健康，后就整个教会就受益，就成熟，就健康。所以教会继续来忠心、同心、合一的心来侍奉主，继续侍奉主，直到主国再来的日子。所以兄弟姊妹，最后的几句话就是，自从这个新冠病毒来侵害这个世界，将近2年的时间了，咱看起第一波、第二波也未结束，第3波又来了。第3波这个 Omicron 来侵入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所以咱要小心。但是咱也是毋通互伊击败，毋通互伊拍倒。虽然有遮病毒来影响大家人心真惊，所以咱毋通灰心。所以伫基督属灵的工作顶面，毋通投降，毋通投降。所以咱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圣经叫咱着刚强壮胆，伫刚强壮大，用信心上帝所赐予咱的信心，用属灵的恩赐装备咱家己，来向困难伫灾难来挑战，会继续兄弟姊妹用忠心来侍奉主，直到主第2次搁再降临伫这个世上的时阵。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唱一首歌，We are going to sing another song，基督的精兵。所以求主用这诗歌来勉励咱。
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典，你的救恩，藉着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囝降世为人，叫阮在罪人会通来相信耶稣做阮的救主，阮的灵魂得救，有将来永远的盼望。但是阮知影，现在这个时期，世界黑暗、罪恶、魔鬼撒旦的各款的攻击，阮也知影，伫这个末世的时节，各款的罪恶、各款的灾难会临到这个世上。阮是你的囝儿，阮有水，阮有主耶稣，是阮的救主。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也是阮众人的天父。阮感谢你。虽然阮现在伫这个疫情非常厉害的当中，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这个疫情来攻击，主啊，求主你用你的灵来安慰阮的心。伫这个末世当中，叫阮仍然靠主的恩典，来刚强壮大，用信心、用属灵的恩赐来装备家己，并且伫这个末世的时节，叫阮更较同心合意，通来兴旺福音，用各人用上帝所赐予阮无双的恩赐来服侍主，来见证主，来带世上灵魂来归向你，一直到主搁再来的日子。求上帝甲阮同在，阮为着怀伫病痛当中、怀伫患难当中的人祈祷，有各款的需要的人祈祷。求上帝你医治，求上帝伸出大能手来抚摸因的身躯的这伤病，也并且托因伫困难当中得到上帝的供应甲帮助。阮感谢你，求主恁带领阮罪民所要行的道路，特别是新的一年要临到。阮下年应该怎样行？求主你来引带，阮深深的相信，主袂放杀阮，无离开阮。主要牵阮的手，行罪民的道路。无论道路偌啊是艰苦行，偌啊是坎坎坷坷，但是阮相信，主袂放杀阮，要引带阮到行到路尾，一直来到甲主见面的日子。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